6月24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成日都帶住微笑嘅你呢，總會令到人哋一種好放鬆嘅感覺。見到人哋有困難，你亦都唔會袖手旁觀，係一位無時無刻都好穩重，令到人哋安心嘅人。男女老幼呢都好中意你，內心好堅強，富有責任感，唔識得推辭，亦都唔會變通，有少少固執。而喺感情方面，身為主導者個性嘅你呢，就會更加明顯啦。你希望掌握對方嘅一舉一動，會束縛對方，會令對方有少少嘅壓力。而結咗婚之後呢，你會有一個溫暖嘅屋企，非常之重視家人。記得屋企唔係一個講道理嘅地方啊，對住屋企人呢，可以放鬆啲，唔好係一個指導者嘅角色，以免屋企呢會成為一種僵局。而喺性格方面，你認為呢，只要有性交呢個行為呢，就係你嘅結婚對象，係需要生小朋友嘅，所以對發生性行為嘅對象呢，非常之依賴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有適應各行各業嘅能力，比起大頭人一啲輔助協調性嘅工作呢，會比較啱啲，會令到你發揮所長多啲。你嘅財運呢都尚算穩定，但係有好多時呢出手太過闊綽，所以都要適可而止啊！要好好咁樣計劃儲蓄，如果唔係呢，財運好容易會流走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一定覺得見到人哋開心幸福嘅話呢，你就幸福。但係畢竟呢一種幸福呢係人哋嘅幸福，一啲單向嘅付出呢唔係你嘅存在價值。你嘅天賦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無拘無束，開心咁樣生活。我哋可以睇下望一望鏡裏邊嘅自己，你仲係唔係好開心咁樣笑緊